Joyce 有嘢想問你啊，我媽咪咧最近瞓得好差，同埋佢情緒又有啲低落喎，咁點算好啊？其實咧我自己身為一個媽媽啦，我都好明白咧做媽媽一啲嘅辛酸啦。一般媽媽咧都好愛家庭啦，都為家庭付出啊，為兒女去付出啦，就好少被看見自己嘅辛勞，同埋冇咗自己嘅休息時間，冇咗自己嘅 me time。所以咧一般嚟講咧，啲婦女咧內心都好唔開心啊，又冇得舒緩嘅地方咯。咁啱咧，陸野林咧就辦咗一個咧工作坊喎，就係嚟緊嘅星期一啦，就係19號嘅星期一，2點到3點半咧就係一個單弦琴嘅工作坊，就係我主持啦。咁到時大家咧就可以攤喺度咧做一個大休息，會教埋大家咧做一啲放鬆嘅呼吸練習嘅。聽落去好正，我一定叫我媽咪參加。咁點樣報名好？報名好簡單，就係咧可以 WhatsApp 我哋電話啦，66277500，又或者喺 Facebook 裏邊咧留言區咧，我哋會有一個報名嘅資料嘅。咁希望到時都會見到大家啦〜